年开始，我能学好做开始，我拢调去做最开始，做到一年的中间，你稳定，调我每就着伊做对，跟家庭三个做对，这条款。我们像是你民间的师傅们，讲伊的死，做所谓一个眼根，就是一个眼根，得同调是标准的。阿门。各位兄弟平安，咱聚会时间要到啊！伫咱开始要聚会进前，提醒大家，咱手边若有炸手机仔，请方便把手机仔关起来，也是开做静音。咱小等要用虔诚的心来做伙敬拜咱的上帝。各位兄弟平安，咱敬拜已时间到啊，互咱安静咱的心来调起敬拜上帝，一时来做到。选调，道道恁所要入去新接的地，就是有山有山谷，来承受天的雨水的地，是耶和华你上帝所眷顾的地。对年头到年尾，耶和华你上帝的目睭常常看伊。请咱起立，咱要用信息头前第13页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使徒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
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信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庇勒多任内受苦，正是日过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高活，上天担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病，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上帝，我信永动的教会，印度的相通，做赦免，肉体高活，永远活命。阿免，请坐。是请大家同心压头，甲我做伙来祈祷。我的天父的爸，阮感谢你，感谢你对年头到年尾，因为你的保守甲带领，互阮行过各种的经历甲境遇。过去的一年，你互阮一方面经验到你的同在，体会到你的恩典是有够阮有够额甲阮用；另外一方面，阁互阮同时看到家己的不足，互阮伫新的一年继续追求成长。今日新的一年的开始，阮除了感谢以外，阮也直接要恳求天父，互阮会晓算家己的年日，着怎样来把握未来的光阴。好好来听上帝，来听人。亲爱的主上帝，恳求你，互阮有信心、爱心，甲仰望，伫即个世代生活，继续为着福音做见证，而且传扬你奇妙的救恩。阮伫新的一年嘛要立志，伫小组的生活中，互相提醒、坚守阮基督徒的身份，伫任何所在把握机会传扬主你的救恩。而且伫生活中活出属灵的生命，伫天父上帝的家内建立互相关怀的关系，共同以属灵的生命、听的见证来传扬福音到普天下。阮也要恳求你，互阮对耶稣基督身上学晓甲天父建立亲密的关系，提醒阮毋敢若是伫行动上做侍奉，而且是用规个生命来听你，来荣耀你。阮也伫遮同心合意来祈祷，恳求主你眷顾福音中心教会，求主用你的圣灵来感动阮，互阮所兴起的教会事工会当利敌人荣耀主你的性命。阮今日嘛要伫遮，搁再来敬拜你，来学乐你，感谢你。愿阮今日的所有的敬拜，拢会成做你所喜爱的。阮安尼恳求。祈祷甲感谢，拢是奉主耶稣的圣主名来求，阿免。即时咱要来学乐，咱今日要请咱教会诶，不是只有4重唱，应该是好几重唱。我们一起来在我们的新春里面唱这条新圣诗379首。愿我会那听你，我主基督。阿请，嘿。
咱真感谢今天男生为咱唱的，愿我会哪听你。我想咱所有的在座的会友，甲遮唱歌的人，拢有相共的心情。主啊，愿我会当听你，我主基督。这是咱要来恭受上帝的话。今日咱要看这段圣经，才是记载伫新约圣经罗马人书，咱要对第12章对第1节，再看到第2节。摕台语汉语本，请掀开182页；摕国语和合本，请掀开222页。找到的人，请恁注意来看，我来念。罗马人书的第12章第1节安尼讲：兄弟啊，所以我因为上帝的怜悯，劝恁献家己的身躯做祭。是我的信的，上帝所欢喜的，这是恁心灵的服侍。12章的第2节，无对甲即世间相款，就用心智换心来变化家己，互恁会明白什么是上帝善良、通欢喜、顺全的旨意。这是咱要请蔡长老来咱进道，伊今日所要分享的题目是欢欢喜喜过新年。咱请蔡长老。而且这平安，真欢喜看到咱今日一个新正年头，大家会当伫遮三甲组织做伙，看到每一个人心拢有笑容吼。今日我看到主人吼，向入来看看，这个是啥物人吼？佫穿一件大衣安尼吼，拍哩安尼吼，感觉真正有像一个过年。那看到嘉阳到我们中间，来嘉阳站起来，给我们拍个手，嘿，我们要来请坐，我们要为嘉阳特别祷告，因为嘉阳以后担任的职务非常重要。调查看伫这个社会受到尊重，总是有限嘛真大，所以你要把握得住吼。而且上帝特别甲照顾伊吼，伊有派真远呢，伊派伫老爸隔壁尔吼。但是对，所以讲过年今天有回去吃团圆饭了吧？足侪人要当对食团圆饭，你要留守咧。所以感谢主，咱看到真侪人来伫上帝面前，然后讲欢喜事吼，他拄啊吼。讲狗声四重唱是歹势啦吼，有男声四重唱，哦，不管好听歹听吼，敢好听？好听无？啊，感谢主，感谢主！是咧新年年头时阵，咱来开始，咱来欢欢喜喜过新年。今日讲好年，福好，你好，什么都好，每一件事情都好。咱请三角甲隔壁讲一个来，咱希望大家新年恭喜，耶稣听你。新年快乐，上帝祝福。我们用国语来一次来，新年恭喜，上帝爱你，新年如意，福杯满溢。来，咱即摆吼，较定咧唱讲我的时阵记家己，讲你的时阵记别人吼。我们一起用华语吼来练一次吼。我啊，你就是爱记别人哦。我用神的爱炼成绒线。为你编织一件红色毛衣，前身是平安，后身是喜乐，恩典是肩膀，看顾是袖子，领子蕴藏着承担，看顾口袋盛满着什么？祝福，让神的爱祝由陪伴你度过每个新年，让神的爱度过您每一个的新年。但是啊，他的新春刚下礼拜，新春上下礼拜有人讲啊，都唔免着礼拜日，都礼拜了啊。吼，啊若拜吼，无咱合做伙，啊若拜日啊，搁差2日尔。我过年拢爱出去过年呢。咱会记得当时以色列人出来记的时阵呢，伊嘛有先过年暝呢。伊伫要出来记第10个灾难的时阵，上帝讲要太天使，将首生的头上啊，第一个生吼，拢要杀死。啊，总是吼，伫遮羊羔、羊羔替恁每一个人来赎罪。恁甲杀迄只羊羔了后吼，啊，哇，大门埋。你们觉得很熟吗？你们有没有贴春联？春联就是红色的，在门槛里面，在我们的门里面贴个春联。然后天使那过来看到春联了，伊就跳过，迄叫做搬过节。啊，搬过节是创爱，上帝吩咐伊拢唔通出门哦，都不能出门。啊，住厝创爱，大家都围炉啊，
我为罗多咧讲古早，对后壁啦喊到医生啊讲，上帝安怎照顾咱？即摆咱要出埃及啊，你到上帝带咱到迄个啥物老年甲美的迦南地啊！新年就是上帝要甲咱讲要到老年甲美的迦南地啊！咱每一人伫遮的人，伫遮咧三角组织，伫遮咧敬拜上帝的人，上帝搁来要带咱到老年甲美的迦南地。这大幸福一样代志咧。包括这当然是，若要照以色列，旧年是3月15，今年是4月15。总是咱嘛想看卖了，包括这恁会去一样代志袂？最后晚餐，上帝说耶稣迄阵是创爱收半过节啦，守逾越节，然后伫安怎有最后晚餐哦，足足澎湃有无？大家拄啊食饭啉食，咱是团圆的，迄就是咧团圆呢。这团圆有当时想咧吼，对我来讲吼，我感觉讲，今年我是第一遍无过着团圆的日子。以前阮那个三兄弟有团圆的，今年都一直讲，讲到教会讲叫我一定爱对，一定爱对，尾后阮大兄退休啊，替阮大兄对，阮就今仔三兄弟也无团圆，就感觉安尼稀微啊，即个感觉吼，你毋是你甲问其他丢落看觅咧，迄安尼无对团圆安尼，稀微啥啦？爸母无伫咧，咱讲爸母若有伫咧，感觉即个家庭就存在；爸母若无伫咧吼，就感觉稀微啦，就感觉即个家庭咧团圆，迄个团圆饭食无。所以今日林牧师甲牧师女吼，两个都带去西头度蜜馆。我团圆饭都无共款。这团圆饭这是足有意义的代志呢。你搬过节了，若用咱的信仰来讲，第三日安怎？主要说基督受定的是咪加比咱的主日咧？所以说受定了第三日搁晚呢。所以咱除了受搬过节新春感谢礼拜以外，咱搁受啥物？受主日啦，主要说基督搁晚日子啊。来，那个人均帮我放个影片来，咱的电话小可关阳花姐来，咱先来看一个影片吼，来，咱来看一下，电话先关阳花姐来。看有声无？子期，我们来去看看啊。您好，您是张玉莲的女儿吗？对。女儿。啊，你怎么来了？我来看看你。小手人长这么大了。虽然被婉言拒绝，但张雨莲还是决定去城里照顾女儿。女儿小时候一生病，她就会煲鸡汤给女儿喝。这次，她只想亲手给女儿做顿饭。妈，要不我来吧？不是，我来。你拿筷子是吧？我给你拿，来，慢点啊。妈妈，这小鸡还没死呢。玉来了。妈，让我来。妈，赶紧一块吃啊。你吃。这顿饭米很硬，菜很咸，难得的团聚，他却只待了1天就走了。女儿一再挽留，但他还是执意离开。女儿觉得有些不对劲，半个月后养好身体回家探亲，才发现了母亲的秘密。女儿。张雨莲，63岁，一只眼睛患白内障，接近失明，另一只也严重老化。
满鲜花前，一直瞒着孩子。为了女儿，他第一次一个人走出大山。他可能看不清路，但他清楚地知道，女儿就在路的那一头。从家里到女儿所在的城市，要翻过2座山头，趟过一条小河，走28公里的山路，要转3次车，跨越4个省，坐36个小时的长途汽车。他对这个城市一无所知，除了知道女儿的名字，一切都是为了给女儿做顿饭。每一个母亲都像张玉莲一样，对自己吝啬，但对孩子可以倾尽所有。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是什么？来，咱们是过年暝，请电话使开要倒吼。咱偌济人食着妈妈所煮的，我的妈妈足够煮菜。总是我已经20冬无食过我妈妈所煮的菜。过年暝，咱做伙三甲伫遮咧食饭，最想要享受迄个妈妈的味道。妈妈本身，伫咱每一个人的身躯顶所付出的，有可能恁看无，总是伊是真正用疼。惊咱三个咧做伙，你会感觉妈妈足杂念的，总是有时阵妈妈无咧甲你杂念，你才会发觉讲，那妈妈通住遮边仔熬熬念，毋知要偌好。咱要遮伫上帝面前，咱要走一个新的年，咱要遮做一个新创造的人。从岁首到年终，上帝必祝福你。对年头到年尾，上帝要祝福你。所以保罗现在甲咱讲，所以兄弟姊妹啊，你来将你的自卑我苦劝你呐，将你家己的身躯当作活祭，毋是讲叫你太好死啊！这个身躯要献给家己啊！这个活祭是啥物？是献给的。啥物叫做献给？是分别为圣。分别为圣，咱所做、咱所行、咱所想的，甲上帝同款。世间的迷惑真济。世间的苦难真济，咱倚靠上帝，咱做上帝所欢喜的工课。你讲我想要讨好上帝，我们就是要讨好上帝，就像我们要孝敬我们的父母一样。什么叫做孝？很容易；什么叫做敬？不见得容易；什么叫做顺？也不见得容易。顺着父母的意思，当然不是讲叫伊顺着爸母做歹，爸母嘛袂叫你做歹，总是咱互伊欢喜。互伊满年的时阵，得到上帝祝福。你主上帝真真正正创造老母伫遮咧管顾恁，总是老爸当然嘛是有伊的一定角色。总是咱看到老母为着你，你咧甲骂，你咧甲讲，伊拢总是咧看顾你。所以咱的侍奉上帝嘛是亲像咱咧侍奉咱的爸母共款。即阵若确实互我用我的性命，会当用我的性命来换我的老母，安尼加我1档，加我2档，毋知要偌好。我特别得着过年，我才足惊吓，因为我都毋敢对。我对我就会想着我的爸母，所以我已经自我爸母死了，我说老爸老母死了，无啥敢对待人，拢讲叫阮后生起来，因为我会惊。我足无胆的人啊，我若特别去。目睭倒落，都会一直看到我的爸母的形象，住咧甲我笑，住咧甲我握手，常常做梦讲惊我跟老爸拄开讲到一半讲我才醒起来，最乱讲一句讲爸爸，毋是上帝甲你调伊啊，我全醒起来。
咱每一个人是归属伫上帝时阵吼，所以讲圣经甲咱讲，咱的身躯啊献上当作活祭。咱伫即个社会上，你的地位、你的名声、你的资财，爱做见证啊！爱当作我的祭祀伫上帝面前得到人的肯定，这是种见证啊！这是啥物呢？是圣洁的啦。圣洁毋是敢讲你莫乱搞啦，啊你安尼身躯洗好叫做圣洁啦。圣洁是真真正正分别罪性，伫上帝面前爱甲别人分别出来，爱互人看到你的好所行，知影你是主要所基督学生，你会做一个好的款式。当我做法官的时阵，诱惑有大无？诱惑足大个。做监尾的时候，诱惑有大，诱惑足大个啊！最近讲当去阳明山7公顷的时阵，听讲有人已经放话啊，迄7公顷几百亿呢？啊，阳明山你家用一个7公顷的，会蒙地做那古塔，当然袂使嘛。啊，总是人当硬要过关硬甲动起来，安尼足侪人无欢喜。总是这个，惊公义心存人民慈悲，甲上帝送咱行啊！这是阮应该做的工课啊，是上帝所欢喜的啊！伊要保护咱即个所在，所以圣洁是上帝互你的恩典呢，互你分别罪行，这上帝互你的真大恩典。咱上帝啊！为什么咱在咧看创世纪的时阵，咱顶礼拜咧读创世纪，上帝照着伊的形象，将伊的气本伫咱的身上，咱照伊的形象做人啊！所以咱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所做上水的。毋通看轻彼此，我看别人比家己较敖啊！哦，我即摆我已经社会地位有啊，我已经趁足侪钱的啊！伫上帝面前吼，上帝互你一个考验呢，互你趁较侪钱是要你做较侪工课，毋是你趁较侪钱讲哦，我即摆钱足侪啊，安尼我拄着倒来礼拜，我都有奉献就好啊！上帝爱你的奉献，总是较重要，爱你的侍奉，爱你所做的工啊！哦，我著足有才能的，我唱歌他拄啊吼，安尼高声四重唱咧唱吼，迄人我入去吼，逐个无共款啊，声价足水的。对上帝爱阮的声咧，因为阮有心咧奉献，认真对不对？我们有心侍奉嘛，对不对？今天阮好个在阮认真唱速步，啊无吼，阮做咧遮高声去食哦吼，唱啥毋知做安怎。所以上帝互咱的拢是上好的，伊照伊的形象所做互咱是安怎呢？咱伫即个心里面定头生啊，咱伫即个心的时阵吼，爱对顶悬来。咱爱学体的款式，上帝安怎圣神充满咱，安怎教导咱，咱对上帝来死，咱来顶头出世，重新开始，心意换心来变化家己。咱这事是理所当然的啦，毋通甲即个世间共款啦。毋通甲即个世间共款，毋是讲哦，咱家己足高僻，拢家己无做伙，是讲咱爱分别罪性。你若做歹代志时阵，我毋通做，甚至我用诚实讲诚实话，好意甲你苦劝，咱莫做这歹代志。咱每一个人爱对圣神来充满，对水嘛是圣神，对圣神从圣灵而生，每个人充满着圣灵，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得到圣灵的启发。然后我们要知道，约翰福音3章16节，那个我们要一再一再的警醒自己，上帝将他独生子赐给我们，让我们得到什么？不是出论得到什么？永生永远的生命。我们得到永远爱。咱信主耶稣基督是咱为了救主啊。第二吼，咱真正爱去杀遐所谓误会，其实咱的心拢常常有误会。因为耶稣讲，每一个基督显的时阵，拢会保持咱的纯洁啊！要保持咱纯洁，真是无简单呢。我今日看到这样来，我最欢喜的是安怎呢？因为伊过来要担当的责任足重的。就像咱的泽波小港，他在国安局，就那个诱惑力很大，那个挑战也很大，因为很多人想接近他们。为什么？有什么事情的话，可以帮个忙啦，等等的。有当时你感觉伫这个小突然间觉得很寂寞，因为有个人吼，人大企业到要请你，你根本都唔敢去。所以我完全无应酬，我来教会，我拢做好理由。反正我下班了，我就伫教会，我无应酬的。总是有时候歹势，社长一直甲你叫，大家一直甲你用，哦，拢你去你看，拢是大企业家，对大企业家请你是因的公营呢，伊足欢喜请你。总是拢嘛知影讲要请蔡总去食饭哦，迄都无可能的代志，都足无简单的。要食饭，你会使，你要请我，你要叫我袂使，咱做伙3到6礼拜。所以第三呢，还
互上帝欢喜啦，讨神的喜欢啦。像咱每一个人吼，爱讨爸母欢喜咧。如果在世较有福，较赢死后拜树头啊！人每一个人伫爸母还佫伫的时阵吼，伫过年的时阵，佫一个新的年，你若有爸母的人，我甲你恭喜。我有资格通讲即句话，因为我即无爸母。总之我甲你恭喜，有爸爸妈妈伫咧时是多水的物件呢。会当看到爸爸妈妈是多水，有一日，等到你边仔无，边仔咧定定我甲你硬后念啊，出去穿好收哦，食好饱哦，爱较细致咧咯，毋通安怎哦？迄同款的话吼，一年365日讲366遍，总是有一日伊无咧甲你熬念的时候，你突然感觉讲，唉，那一遍都好。我用我一当的性命来甲你话讲一遍话，阿姨啊。较细致的迄，穿好烧迄，我煞毋知穿好烧。爱食好饱的，我煞毋知食好饱，即摆食到肥嘟嘟的。阿姨啊，人我白，人要吼摕钱吼，你绝对毋通讲是咱是基督徒呢。薪水1万箍，交保一遍100万，你会心动袂？哎呀！总是有心动无？一点也无，因为阮老爸吼，阮若真正有钱去，阮老爸看到我看，即个爸仔囝都脱离关系啊。所以相对就是咱每一个人当了遮有血的时阵，咱来互上帝欢喜，我嘛是爱希望我老爸老母来欢喜。咱每一个人喏，委身于神啊，什么叫做委身？伫上帝面前来侍奉家己啊。就咱开始等上拜三时，拢有甲咱咧分享得幸福小组，以后咱教会每一个人入来人，感觉足幸福、足快乐个呀。心都是快乐的代志呀！咱都不管是的出去，都有人开始，咱都即摆拢咧问候吼。我感觉就我今年收到上少的贺年片，吼，以前无拢会写迄个贺年卡来。今年吼差不多20-30张尔，以前拢存200-300张，啊，即摆都用赖，即摆拢用互相赖。啊，足侪人都开始咧讲今年的中间啊，祝你安怎，祝你安怎，总是我讲上重要喏。阮互相熟人团结，讲今年咱来个做较济工课，因为其实收乖年。我顶摆去新人教会时阵，我发觉讲因开始咧热起来啊，了事哦，因就带我去大堂酒喝，啊，然后带大家咧讨论讲以后新人讲教会方向。啊，伊个牧师吼，哎呦，抓着了，你有用得倒来，你有用得倒来，我才歹势讲你着牧师啊，但是我看伊个牧师，我感觉足感动诶，有心想要做。啊！你有用就倒来，我讲啊，这向用去倒来去共手人感戴，所以相对的看到因的热情出来，你就发觉讲，因大家真正想要委身于神，认真的悔改。你讲我怎就悔改？我做到遮好，我遮标准的。世间有标准的人无？世间有义人无？连一个也没有诶。破病人无需要医生呢。你若感觉你足纯洁的，你足牛的，你逐项都无瑕疵。你毋免来礼拜啦，礼拜是互罪人所组织的。咱每一个人伫上帝面前拢有瑕疵啦。你当时对恁太太较歹声扫无？太太挑剔为着先生甲歹声扫，起来偷用一杯盐安尼啊，甲煮落。你看咱当时诶，个新妇甲我讲啊，伊足感动介入即个家庭诶时阵，第二煮诶菜。第一煮早顿，迄个煮早顿迄个菜吼，其实煮了后时阵无注意吼，味素甲掺对盐去，好开始煮咧。伊看婆婆嘛食甲欢喜啊，爱开始讲，我哪咸啊？味素甲掺做盐，哎呦婆婆就是咧，啊今仔日来煮即道菜吼，啊遮咸，袂啦，我都爱食咸诶。先生就讲，以后莫遐咸咯，对。油脂无好，过当日伊当然着掺味素含。伊婆婆食较欢喜啊，爱食足好。伊话婆婆你毋是爱食咸的？食的我嘛足爱食。种嫁过的查某囝，新妇当作家己的查某囝。阮老母就是安尼，阮老母我袂使惊某冤家呢。阮若惊某小我去斗阮老母讲今仔过生安怎？阮老母讲绝对你毋对。阮兜拢是我毋对，阮翁仔某若小可有啥物任何问题去找阮爸母讲，阮爸母第一句啊，你的身体遮歹，你毋对，啊，这拢我毋对，
阮三个后生带三个新妇比三个新妇查某囝，拢阮三个后生比拢无地位。本来就是听，咱爱做伙灵命的追求，爱做属灵。每一个群体，咱每一个人爱互相相合做伙，做一个信心的人。咱每一个人有信心，伫上帝面前，咱有信心。上帝会祝福人，会帮助咱。咱伫上帝面前爱像阿伯了汉小共，要有信心。阮咧早经昨暝，阮迄个过年暝，当然虽然讲已经无做伙围落啊，总是还佫有阮某咧嘛，吼，阮就做伙早经离未记。另外啥物？对阿伯拉罕的信心开始，因对上帝永远有信心。你看，上帝叫因出到迄个本族本乡的地，要甲因收拾迦南地，因就处理。你来去到埃及去用苦毒，400当后，因才用出埃及，要到老年到米勒地。啊，足注释哦，利未记12章甲申命记12章，拢共款咧讲这样代志。咱咧对一个什么善良的人，咱以前连续几首歌潘国华讲的安怎？有没有？那良善的力量，美善的力量。上帝好像每一个人用美善的力量。潘国华牧师说，我们每个人的美善的力量，就像那个潘佐师所说的，聪明是一种天赋，善良是一种选择。我宁愿选择善良。聪明是你上帝给你的天生的啊。有人157吼做市长啦，总是善良是上帝给你的。你有可能讲57，我57年吼，我迄个1都要去掉。总是我宁愿选择善良。不管你有多大的天赋，我愿意选择的是善良。第三，做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咱咧毋是敬畏上帝尔，咱咧敬畏每一个兄弟姊妹。咱每一个兄弟妹拢属达伫我敬畏的，不管是欧巴，不管是阮姨婆。伊婆阮姨婆欢喜啊！我若特别甲叫姨婆就欢喜，好佳哉我叫姨婆，我会当较少年吼。不然看到我每一个逐个兄弟，恁拢是我尊重的人。我若看到恁，得看到天神，得看到上帝。我爱甲恁做伙，我爱来伫遮侍奉上帝。啊，无照你讲，我都爱来，我会当大鱼大肉。我若要大企业，甲要请我，逐日嘛有。所以对我来讲，迄毋是叫做生活啦，迄叫做伫遐糟蹋家己啊。总是跟你做伙时阵，心里足快乐的。第二项，咱从岁首到年终，拢得到上帝祝福。对年头到年尾啊，咱领受上帝祝福。恁今仔新正年头第一日，恁就来礼拜。迄上帝祝福是遮尔的大呢，不要小看。今仔日伫遮，恁体会到到年尾时阵，我又问你这个问题，你有感受上帝恩典无？是不是12讲耶和华你的上帝管顾，对年头到年尾，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上帝会眷顾这个大地。我昨咧早经的时阵嘛，拄仔咧讲，都顶礼拜才拄仔讲的。医学研究一部 COVID-19 足紧张的，即马过来啥物？恁咧应该拢爱去吼。即马病毒上厉害，叫啥？叫啥？我没空啊！哎呦，我没空，你叫有空的，你没空。不管有空没空，总是你也看，上帝咧管顾咱。你未记都甲咱讲啊！你也看到我没空来时阵，你安怎？爱大喙安啦，爱戴口罩，要遮住你的嘴，要保持社交距离，人与人之间要有距离。佮上帝甲你讲一句话呢，爱隔离7到14天。科学家他都研究，看旧约都有啊。研究一波讲，这个隔离7到14天最有效。他都研究旧约内面，甲你写甲足明的啊。这本册遮尔宝贵，你著照安尼做就好啊。所以伫乌死病时代，死上少人是啥物人？犹太人。因为犹太人是圣洁，迄个时代吼，甲人讲吼，毋通洗身躯，因为吼水吼会带来歹菌。所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吼，足骄傲讲，我一个月拢无洗身躯，我拢喷香水吼。迄若一个月无洗身躯喷香水吼，你毋知该做位做安怎？总是伫那个时代无洗身躯是骄傲的呢，看你会当冻上久。迄一个月吼，咱去试看觅，莫一个月1礼拜就好，你拢莫洗头。
互你油贪贪拢莫洗头，看你挡会牢袂，暗时看你困会去袂。但圣经甲咱讲安怎呢？你来责敬家己啊，你来洗身躯啊。所以伊拢感觉讲这是犹太人放毒的啊，因为你看犹太人等于无啥病啊，全世界人拢会去得着乌死病啊，犹太人袂得着病，犹太人照圣经咧写啊，圣经甲你教讲要怎避免啊。啊，咱即摆吼嘛是咧学圣经，咱常常有迄个疫情，哦，这个COVID-19期间啊，大家要保持社交安全距离啊，要口罩要戴好。啊，如果入境的还是有病的，我们会把你们送去防疫旅馆隔离期，有一个即摆7+7，哦，到隔离14天。我讲你头拄仔讲过，你都叫因读圣经就好啊。所以咱要讲真正的从岁首到年终，咱要讲像即个摩天轮。咱遐规年头开始吼，咱来沾油啊，签家己沾油啊，互咱沾油了后，迄个摩天轮啊会安怎起崩呢？你若无甲沾油落吼，起崩全火烧去。烧到断路，啊，都爬袂去。啊，你甲沾油，咱对今仔开始沾油哈，沾油了，互咱的人生开始起崩，一直爬到人生的高峰。你讲人生的高峰，四方子会爬到人生的高峰袂会啊？四方子爬到人生的高峰，毋免开始生五年啊，毋免去交际应酬啊，毋免靠人甲伊提拔啊，毋免靠关系啦，靠上帝啊。啦。咱的目库是上帝，大家点常讲蔡崇义是谁拉拔你的？你的关系怎么那么好？我关系当然很好啊，我有事情的话，总统、副总统还会打电话给我嘞。我关系当然很好啊，但是我跟他们熟不熟？平常讲啊，不熟，没吃过一顿饭。啊，你说不熟，但是也会经常讲话啊，电话熟啦。人与人见面的地方不同，因为我不参加应酬。为什么？我就靠上帝啊，上帝帮我安排任何的事情啊。不然我这一期我每个都是第一个，但是问题是都是上帝安排，我从来不会去走后门，从来不会去拉关系，从来不会找什么。上帝叫我上到地里，你有啥物？所以疫情的稳定啊，咱看锁国的时代，哦，咱这边敢若较无遮紧张啊吼。这个我没空来了吼，咱奇怪，咱照你讲是足紧张的吼，尤其这过年，本来大家想讲这个过年有当升3级啊，偌紧张都偌紧张，结果看到陈时中无啊，还好吧。还好吧，台湾跟全世界不一样，全世界已经放弃这个防疫啊。台湾还够咧防守，但是守得还很好呢。台湾人哦，有一波人家己甘心啊呐，足自爱嘛。你看咱大济咧，大人口罩戴好好，你去后面的时候戴口罩吼，伊就甲你抗议的。咱最起码听话啊，听命胜于凡祭，听上帝话，看下你的限制。毋是像天主教迄个赎罪祭，听命献献祭。第二项，咱信仰吼爱赢过咱的惊吓。咱有看新冠肺炎时阵，阮开始对迄开始就拢会守望祷告。我感觉祈祷真有效啊，大家做三教祈祷真有效啊。因为上帝讲，我已经将要互你脱离一切惊吓。咱上帝靠我靠上帝，只要仰望上帝的人，咱得到得到阳光啊。这阳光毋是讲叫做功名利禄富贵在天，不是这种功名利禄，而是你心中的喜悦，你会得到荣光。有一天，等审判来的时阵，你要上帝怎啊做？迄是公平的代志啊，足欢喜的代志啊！你看我来讲，哎呦，奇怪，我都别人较有钱啊，谁拢坐伫后壁？啊，我住破草厝啊，伊住伫迄个大别庄，伊做了较济工啊，伊对着上帝较大的欢喜啊。第二吼，咱来安静。来装备咱家己，我靠边来去，互咱一个机会呢，互咱会当安静呢。啊，无你讲叫你点点啊坐咧，拄读圣经哦，你感觉你无可能，你要出去佚佗啊？为了靠边来去，你袂当出去佚佗吼，会当安静读圣经诶，这嘛是上帝怜悯啊，为当安静读圣经啊。所以咱天光阮的骹步毋通停伊啊，咱用这时间来装备家己啊。像咱拜三时阵，他要做福音小组，豆豆咧训练。以后咱可能即个等后过年过COVID-19较趋缓了，咱要做一个诗作，大家都一直做了，会使了，咱就要开始蹦出去。咱每一个人会感觉讲哇，带人来做礼拜是遮尔欢喜的代志，遮尔快乐的代志。今日我咧车要来的时阵，我跟太太讲，今日毋知偌济人来礼拜。迄个礼拜日当啊做礼拜了呢，还有唱3、4月客人啊歌。啊！你带他做礼拜了，啊，佮2日后，佮来做礼拜，哦，我做礼拜做啊遮烦，毋知几个人来袂？今日看到大家来啊，心内欢喜无？
有啊，连要结婚的人嘛有来对无吼？咱每一个人在伫上帝面前拢得着欢喜的，这是真欢喜的一件事啊！咱对年头开始，带来祝福，互咱的家庭。你甲边仔人讲，你是福气的人，你是福气的人，会用咱的心嘛，共祝福的人哦，爱较情愿的嘿。你是福气的人，你是福气的人，较情愿的，伊保你是福气的人，咱每条真爱用祝福的心，送来做伙啊！咱爱写做新创造的人啊！哥林多后书5章14节，甲咱讲安怎？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老人伫基督内底，就叫做新创造的人，旧的代志已经过去啊，拢变成新的啊！咱爱叫做新创造的人，咱每一个人安怎？爱无体贴咱肉体啦！我连要体贴肉体吼，体贴袂了。你敢若想到要来礼拜吼，哎呦，礼拜日啊，难得咱咧逐日咱咧足无闲的啊，到一个拜六礼拜，咱休困一个，困到较晚咧。拜六啊，过来唱圣歌队，好佳在即礼拜无唱圣歌队，讲高中四中唱要大只唱。咱相对的啊，咱每一个人真正就毋通体贴肉体啊，体贴圣神，圣神伫你的心要甲你讲，毋通变单的，爱去做，啊，你通好做工啊。咱每一个人安怎爱顺着圣神的意思，咪顺着咱家己的私欲啊。莫啦，小可做寡歹代志咧，小可安怎一个？我常常有时吼，小可趁着私欲，我常常嘛去找院长来讲，会换一个人啦。啊，我都感谢你们副院长吼，换一个做职务代理人啦。因为我已经发觉讲，较出入公门时啊，足侪拢蔡崇义的名吼。我字个有够歹吼。你若要较知，我就豆写，倒互你处理。安尼写到有够歹，可能我过年后爱来换一个名，啊无出入公门吼。那院长无一个拢我的名，我的名吼，实在是够歹的。我若特别看到遐，我迄个签嘛，对阮太太讲哦，上帝赦免啦。迄个收到人讲啊，感谢你是拢无真在啊，是哦，他有找一个签名较歹的人去咧做院长代理人，有够歹的。就是上帝啦，咱每一个请比新的人，新的年对新的人呢，新的年对新的人圣神充满，以后咱做每一样事，路上就给咱三甲地的。那这开心无？阿免。咱每一个人像新的人啊，那有一个新的开始啊。咱每一个人真正伫上帝面前，咱来知影喏，爱行。保罗是在讲，我是为基督死就得着利益，我活着是为基督，死就有益处。信基督的人吼，信耶稣的人，你定来讲，哎呦，错中医啊！你莫定定讲到定定咧讲死啦，哎呦，这新家那条不吉利。基督教没有吉利不吉利，信上帝就吉利。阮老爸从31岁开始，每一个过年就讲伊死，物件可能对，伊若死去，物件可能对，安尼讲55档。过年咪就咧讲伊的物件可能对，可能对，人普通过年咪拢讲吉祥话对无？哦，祝你发钱趁大财啊！结果阮老爸是讲啊，我若死去吼，像我你若大汉啊，可能上帝。今晚就要调我，调我了，你会跟你讲，我的啥物物件放到对，啊，我的啥物物件放伫对，啊，啥物物件放伫对，啊，无万一上帝向我甲调去，你就找无，一讲55档，烦不烦呐？我希望他再烦也没关系啊，再烦个55年，我都愿意忍受。所以大家讲咱基督徒啊，过年时阵啊，现在有当时啊讲，我嘛甲上帝讲，上帝你随时调我去啊，总是唱迄首歌谣，咱顶礼拜无唱一首歌谣啊。等待转去的时阵啊，靠你就让我先走，因为我若毋甘，你为我目屎流啊！啊，某三甲做是真水的代志啊！咱去看咱大叔或者嘛特别来看因太太，譬如说今仔有一个人来特别来看你，伊确定要带你去佚佗，迄个人确定要带你去佚佗，无确定毋是你敢问？譬如说你敢问，要你甲提醒一下，人去美馆吼，恁囡仔若莫带比较差，灯泡难看，嘿。咱每一个人知伫上帝面前安怎？恩利是咱的十字架，总是咱知恩典是上帝予咱的福分，予咱享受。这个恩典，上帝虽然用 COVID-19 咧，甲咱在咱顶端，总是咱的珍惜。你每一个恩典，拢是上帝所赐予人的。咱每一个人爱存心谦卑，看别人较。赢伫过头，三个来祈祷。我做完这感谢你，伫这新疆里头的中间，我三个来组织伫遮做伙。做工你真正办zan照顾阮，我每一个人伫主你的面前得到上帝你的祝福。我每一个人伫这个新的年头，
阮甲阮的家，拢得到上帝你稳定的免流。你会听这个圣神，你的爱借着圣灵浇灌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我们全家人的身上，我们以后的路途都是主你在保守照顾。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是来要来应答上帝的话，请咱起立来吟圣圣诗435首。咱先来要吟的圣圣诗435首，咱今仔要吟第1节、第2节甲第4节。咱大家来吟诗，感谢上帝过新年，世间日子真快过，因行天路着定死，因行天路着结实，欢乐生命都听着，那三日我伫下面，天行天路无限制，用真理告诉心意，用真理告诉心意，一代过了又一代，亲像草木冬过冬，天行天路无限制，日日日主的工，日日日主的工。真济，这是咱要用感恩的心来奉献，请实现这事来加服侍。请咱起立来吟奉献的诗。真济，是，咱要请大家起立，咱要来吟上吟圣诗397首，愿主祝福保护你。上吟煞，咱要请蔡长老来为咱祝祷。愿主赐保护你，愿上帝勇敢拯救你，
也应慈悲款待你。愿主上帝常常看顾你，小使你平安。请咱愿起来，咱也是上帝祝福。愿主要所记到无穷无尽的恩典，天父上帝因为改变的疼痛，圣神的安慰怜悯夫妻班赞，对年头到年尾，从岁首到年终，给你们每年的祝福，让爱永远浇灌，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下子，我们今天刚好很多家族都在这边团圆所以说我们现在从最后面过来好了，我们从那个，那个好像是后面是许妈妈家族那大书法家那个大书法家家族可不可以先站起来一下，让我们看一下。所以大书法家就是那个许妈许伯，还有那个许贝如，我们大家很认识的，还有佑利还有我们大哥那我们这边坐下来，然后接下来的话，我们再往前面的昌腾兄，昌腾兄，然后隔壁的话是，对吧？刚才漏掉一个我们看到一个我们那个胖哥帅哥那个后面那个洪文龙洪大哥，他们家嘴很大然后后面还有个肖佩如小姐，然后接下来我们往这边就是那个郑长老。美女姐，抱歉，美女姐。美女特别穿红衣服你都穿很红然后接往前面的话，那个郑长老，郑哥，祖林，你在哪里？然后那个过来，叶长老。叶长老，然后在前面的话，这个家族就很大，那个烤牛肉啊，那烤牛肉，那烤牛肉这边，还有那边那边还有那边也是，然后。孙子来，孙子举手。举个手，给我摇一下。在那里。还有那个文章哥。文章哥。那个来，咱姚丁乐。姚丁乐。咱这款姚丁乐一特别穿西装来过来，我们严长老。严长老，在我们那个泽文哥，我看到政委泽文哥，还有我们姨婆在现在弹琴，所以他没有办法站起来。然后接下来是前面这边贾丁乐，贾丁乐，还有贾丁乐的后边因为他讲把个去比我打咱们港差，他们。好，然后接下来的话，这边的话，先从我们家，我先讲李瑞典先讲李瑞典，然后再来是陈国义陈长老，你那你有冇徛开我看者？来，陈国，你那你对。过来，
真没有。哎，那个吴长老，唱歌。还有我们这个最永远美丽的雷比姐啊。有，还有那个我们应该是严，是我的 coach， 我们那个垒球队的教练。哦，哎，来我们站，还有后面盛和兄，还有对，还有一个我们的毛毛，哎。谢陈佑，你刚才介绍到你吗？你有刚好站起来吗？陈佑，那个是小牛肉。陈佑哦，是陈佑，来，陈佑站起来。哎呦，我还有抓丢了。好，我们大家好，今年是新年快乐哈！我们大家还有谁？不，林慧玲算是我们家的啦，我们家这一组，哎，那我们大家一起起立。还有阿公哦，我们还有那个阿公。那我们敏丽。美丽姐，差不多了。那我们大家一起起立哈，我们来互道平安哈，然后大家祝福明年哈，我们也是很顺利的一年，而且我们要为我们新年恭喜，跟大家互相恭喜哈！因为疫情的关系，咱本来拢有准备茶点哈，今年都无啊哈，互相祝福，好，祝福各位。祝福你们，新年恭喜！上帝祝福你们，加油！你现在才2周而已，才2周而已。报佳音遐食物件都有看到我，阮是食物件熟悉。欢迎你录音来，欢迎你来，三个来做礼拜，感谢主，嘿。阿公诶，阿公足久无看到你啊啦，阿公，足久无看到你，上帝祝福你哦，你家足友好诶，特别倒来看你安尼，好，你也看安尼喙笑满面安尼，好，有够好。上帝祝福你，嘿，身躯哪样行？拜一个活跳跳，120上帝倒来跳，嘿，你记得？哎呦，这个要来招因翁去蜜月旅行的，嘿，因两个要去蜜月，咱莫共吵，我们不要当电灯泡。你想更大的年轻人的孩子听到，真的是。无啦，都爱。